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曾勤啊！我哋今次同大家講一講寶可夢集滿式級派遊戲高級球聯盟賽賽季11，即係本賽季第一個賽季第一場嘅高級球聯盟賽，亦即係喺9月28號星期日打嘅嗰一場高級球聯盟賽。咁睇一睇個圓形餅圖啦，咁最多人出戰嘅就係呢副賽富豪 EX3。咁而家賽富豪就分為3大類啦，第一類就係日月石賽富豪啦，咁第二類就係人體波克飛機，即係波克基斯賽富豪啦，第三副就係巨鉗螳螂嘅賽富豪。咁首先講咗日月石賽富豪先啦，咁日月石賽富豪最主要就係靠日月石嘅特性啦，月光循環啦，掉格鬥能量抽3張牌，咁就可以幫手令到賽富豪更加多嘅抽類啦。咁同埋因為賽富豪大夾噶嘛，咁所以就唔係好驚啲格鬥能掉翻上去，即係掉晒落份嘅，係可以用大夾嚟回翻上手嘅。係啦，咁波克基斯賽富豪啦，咁我都已經打過2場嘅高級球聯盟賽啦，即係1同1、2都已經打過噶啦。咁我2場嘅高級球聯盟賽咧，都係選擇用呢個波克基斯賽富豪出戰嘅，咁都打咗一個幾唔錯嘅成績啦。咁高級球聯盟賽11咧，我係有一個63成績嘅，排名75，而12咧我就有呢個54嘅成績，咁就排名呢個嘅109。係啦，咁就係啦，我覺得波克基斯賽富豪就主打一個嘅輪次差啦，即係我就算即係佢嘅天敵啊，蒼蠅印鬼就算佢幾卡都好，都可以一拳一隻賽富豪嘅時候咧，你同佢賺輪次嘅位置就係嗰個一定要係2掌怪換2掌怪啦，先唔可以打隻炭小事啊！即係如果對手真係拍咗隻呢個嘅老鷹哥落嚟，你就盡量啦，用呢個老弟的指令啦，老弟對面隻老鷹哥出嚟做一個2/2嘅換掌啦，同埋最主要就係用呢個波克基斯啦，希望攞到3+3或者最多都係2-3-1咁樣 end game， 即係同蒼蠅命鬼鬥得都係鬥輪次啦，咁都對面有白雷亞啦，咁所以就係難打少少，但係我覺得都係有一戰之力嘅。咁最後一副就係巨鉗螳螂賽富豪啦，咁巨鉗螳螂賽富豪就主要一掌打手啦，都係賺輪次差個位咯。咁但係兩邊嘅輪次差就有少少唔同，波克基斯就攞獎嘅輪次差，咁巨鉗螳螂就係逼人哋可能要2-2-1-1或2-1-2咁樣 end game 咯，即係賺呢個怪嘅輪次差咯。咁第二副多人用嘅就應該係多龍巴魯陀 EX14.2%， 咁就係啦。咁多龍巴魯陀而家最主要都係最主要就應該係炸彈多龍嘅。咁我哋高級球聯盟賽1-2咧，阿 Handsome 靚仔選手咧係攞咗一個 Top 4嘅成績嘅，都係一個相當唔錯嘅成績啦。咁就係啦。咁呢副 deck 就唔使多講噶啦，玩奇襲200穿60呢副就夠 deck 啦，唔需要講太多啦。之後就係沙奈朵 EX 啊，之後就即係夠 9.5% 登場率嘅沙奈朵 EX。沙奈朵真係，就算時代變遷都好，佢都係依然都係咁勁啦。即係 E 標嘅時候咧，努力波沙奈朵退咗標，到 F 標嘅洗練奇魯里安退咗標。到沙奈朵 EX 仲有半年就要，都唔夠半年，仲有唔夠半年就要退標嘅時候，沙奈朵 EX 依然強勢啊！佢嘅特性啊，精神擁抱喺焚叉超 N 一粒球牙傷之後就利用呢個遠征員嘅特性啦，上線努力就轉翻啲傷俾對手。呢個係一個幾強大嘅呢副 deck。佢退咗標之後，其實係可惜咯。不過退咗標之後，睇下官方會唔會出啲更加新嘅 Pokemon。如果冇嘅話，其實呢個即係會更加出比較勁少少嘅新 Pokemon。即係近年知啦，近期出嗰啲乜鬼嘢超級噴火龍呢啲咁嘅嘢，唔係話佢唔勁啊，但係賽場上真係唔係咁見到佢。係啦，咁跟住就下一副 deck 啦，就馬里的長毛巨魔 EX。咁就8.5%，最主要就係配雪妖女同埋遠征員啦。而家呢個嘅環境下，咁都唔使多講噶啦。雪妖女跳傷人，遠征員轉傷人，再配合埋馬里的長毛巨魔打180穿30，呢個係好強大嘅鋪傷功能。之後就下一副 deck 7.1%猛雷鼓 EX 都係舊 deck 啦。我哋嘅降價1粒能量乘70，而家就
最主要都係嗰個睇法嘅啫，就係出配草蓬。咁以往呢啲人唔會落赤松嘅，咁但係而家都多落多咗赤松啦，就唔止係4個奧林博士咁簡單啦，即係多啲赤松可以幫手啦。好啦，之後咧，長居於金字塔頂嘅噴火龍 EX 嗰啲近排少咗啦。噴火龍 EX 咧燃燒黑暗，好多時都係配合呢個超級噴火龍 EX 或者大髀，即係太晶噴啦，或者係呢個嘅炸彈噴嘅。咁三副噴各有個好啦，係啦，炸彈噴就鋪傷啦，後嚟，跟住或者就太晶噴就佢哋有其他可能水碰打手做穿傷啦。或者X 噴就賺能次差啦，可以人哋323收8獎已經呢啲真家常便飯。好啦，下一副咧就蒼炎印鬼啦，4% 啦，就蒼炎印鬼就一記啦，一粒焚嘅 N 乘20啦，就基礎傷害30啦。而家目前嘅 Aspect 就完全睇攪拌器同埋古舊能量啦，咁就各一個好啦。不過古舊能量就即係佢會俾火槍同埋佢會俾火槍燒毀嘅，咁所以就呢個位就要再留意翻。之後第4副 deck 就厄鬼碰壁草面具啦，即係代表就係超級妙蛙花嗰副 deck 啦。咁超級妙蛙花呢副 deck 咧就唔算話太過勁，咁但係都有一戰之力嘅，因為始終佢嘅弱點係火屬性。係啦，同時間佢係黑惡屬性，即係佢猛烈的長毛巨魔同埋噴火龍都係會黑屬嘅。咁而家火屬性嘅得，其實而家淨係得翻 X 噴同埋呢個嘅蒼炎印鬼嘅啫，咁所以就遇到嘅機率都唔太大。因為你自己諗下啦，兩副的合共啊，只覺得9.4都唔夠1成啊！我想講係啦，你遇到嘅機率係唔夠1成啊，咁所以都係其實係穩陣。咁另外28.7% 就其他牌啦，咁我哋高級球聯盟出1、2咧就出咗副新嘅 deck， 就係阿 Tot 流嘅呢個超級代獸配搭呢個超級阿撥 solo 嘅呢副牌組。咁呢副 deck 就因為我哋未有高級球聯盟出1、2嘅一個圓餅圖，咁官方出咗呢個圓餅圖，我先再同大家講呢副 deck 啦，好冇？好啲今次呢條片先到呢度，下條片再見，係咁先，拜拜。